伫万八线的中间。当迄日伫犹大地，人的确讲即个我讲，阮有坚固的城，伊要营救阮离做城墙，做活定城。着开遮个门，互受信息伊的百姓得到正入，坚心倚靠你的，你要保守伊十分平安，因为伊倚靠你。恁着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伊互踮伫悬的所在的，甲悬的城做一个败落去。伊要车刀伊伫地落到尘埃，骹要吞塌伊，就是丧向人的骹，困苦的人的骹步。义人路是正直。你正直的啊，收平；义人收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啊，阮伫你审判的路听候你。阮的心所羡慕的是你的名，甲纪念你。我用我的心暝间羡慕你，也用我的神天光早找你，因为你审判世上的事，就地上的百姓要学习伊。当迄日伫犹大地，人的确唱即个歌讲：阮有坚固的城，伊要营救阮离做城墙，做活定城。今年在台北。来啊，我有看到伊。哦。你叫来。今年10号。魏伟 ，OK。10号，好的。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乌乐入伊的营，着感谢伊，乌乐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代。
吉敏，你有看到我给你的留言哈？好 ，OK， 谢谢。
向你这个平安，一礼拜3期一摆，真欢喜的时间吼，也是咱来调记上帝的时间。通过礼拜，咱也过团契听的生活，真欢喜来敬拜。咱即条来锻炼圣诗288首。听堂真光大黑暗包围中，288首，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就好。第1节，听堂真光大黑暗包围中。求你带我暗暝去深离开真远家乡，求你带我扶持脚步，通行遍他路途，无受情境，渐渐因带保护。第3节。愿愿关灵的脚甲我祝福，稳当带我经过风暴，时时引山谷，稳当带我光明显现，圣道天西沙灵，朋友亲人。接我向好万年。咱过来看一首42首，圣诗42首。我的目睭要加悬来黄山。咱吟第1节到第4节。第4节的第2节是心神安定，吼，我唱安定，安定。我的目睭要行过来黄山，天无外处。我的帮赞是对大路我，大路相思。我一切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大主宰。第4节。主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赐你活命。主保守你，予你生命无碍，心心安定。主要保守你，出入的平安。主祝福你，对这世到永远。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全地着向耶和华唱欢喜的声，恁着懊恼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代。吟诗圣诗42首，圣诗42首，我的目睭要压悬来向山，请起立。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伫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25篇，启应文第25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我要业目向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
因为你是阮的救恩，阮的石盘，阮的平安。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话语是永远无变的真理。你的慈爱甲公义充满全地，你的审判是公义甲正直。耶和华啊，你是阮坚固的城，伫即个动荡不安的世代，阮需要你的保护甲看顾。耶和华啊，我坚心倚靠你，因为你要保守阮10分平安。你是阮的平安源头，伫你内面，阮毋惊灾难甲苦难，因为你甲阮同在。你是阮的避难所，求你帮助阮，互阮一生一世拢倚靠你。你是永远的石盘，你的话语是永远坚定的。耶和华，你是主公义的主，求你引带阮行伫你的道路中，遵坦你的旨意。行你眼中看好的事，求你赐阮智慧甲圣灵，互阮会当分别善恶，远离罪恶，追求圣洁。求你赐阮谦卑甲顺服的心，互阮会当听你的话语，会当顺服你的管教，会当接受你的磨练。耶和华啊，阮心内所羡慕的是你的名。你的名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尊贵！你的名是阮的力量，阮的仰望，阮的懊恼。求你，互阮时刻纪念你的名，时刻敬拜你的名，时刻宣扬你的名。互你，互阮的性命为你的名荣耀，为你的名见证。求你，互阮的心思意念拢归向你，互阮的灵魂较无你，互阮的身躯服侍你。求你，互阮伫黑暗中仰望你的光明，伫困难中仰望你的稳定，伫寂寞中仰望你的同在。求你，互阮伫你的审判中看见你的公义，伫你的怜悯中看见你的爱心，伫你的恢复中看见你的荣美。求你听阮的祈祷，赐阮信心甲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懊恼，圣歌对所要懊恼的事是信靠顺服。
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26章第1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9节。周报的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咱做阵来看。当迄日伫犹大地，人的确讲即个歌，讲：阮有坚固的城。伊要用救恩做城墙，做活定城，着开着的门，互受信息，伊的百姓着得着进入。艰辛我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我靠你。恁着我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稣是永远的石盘。伊互踮伫悬的所在下，甲悬的城做一个摆落去。伊要车伊伫地里落到尘埃，骹要吞塌伊，就是送向人的骹。苦难的人的骹步，义人路是正直。你是正直的啊，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啊，阮伫你审判的路听候你。阮的心所羡慕的是你的名，甲纪念你。我用我的心眠间羡慕你，也用我的神天光早找你，因为你审判世上的时，就地上的百姓要学习。讲道姊妹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仰望听候。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赐阮稳定，赐阮快乐，会当伫久长听候的过程中，学习要安怎辛苦顺服。恳求主你圣神帮助，互阮会当借着今仔日以赛亚的预言，借着先知所讲的一切，互阮会当学习要安怎来搁较亲近你。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昨暗牧师因为规工对透早开会，下晡开会，暗时圣歌队结束了后转去，我就一直咧想我的讲道片的头前要安怎用台语来讲。因为我写讲道片拢用华语嘛吼，华语来写了以后呢，我就搁要翻译做台语安尼啊吼。总是伫头前迄段呢，我就一直毋知要安怎翻译，毋知要安怎台语讲较顺，互恁大家拢听有。舞几步看到已经11点外，要12点啊，我想讲我莫搁舞啊，搁舞落去哦，你嘛是听无啦。我嘛是讲到2266安尼啊吼，所以头前呢，等下头前牧师会直接用华语，好，然后呢，一点点的时间就会切到台语来了。好，现在华语哈。前几年呢 ，COVID-19 的疫情其实对我们台湾的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有外送宅配的这个平台，还有电商网络的平台。还有追剧的平台，可以算是在疫情期间怎么样鹤立鸡群啊？好，这些产业。那讲到追剧这件事情，看戏剧，有人喜欢看写实片，我不晓得你们喜欢看哪一种戏剧哈，哪一种类型的？有人喜欢写实的，有人喜欢科幻片，有人喜欢推理，有人喜欢肥皂泡沫剧那种8点档的那种永远演不完的那种哈，就是好。厮杀的很凶的那一种，好，有人喜欢看那种警匪枪战动作片，有人呢喜欢看什么呢？就是笑笑的喜剧片，像豆豆先生啊，哈，这种美剧的豆豆先生就很好，很搞笑这样。不论你喜欢看哪一种戏剧，你所喜欢的那一种类型或喜欢的那一出戏，一定多多少少跟我们自己本身的人生经历，还有内心的某种渴望产生共鸣。如果你曾经很向往那种警匪枪战片，你就会想象，你会把里面的主角人物那种还可以一边飞一边就双手双枪这样子去击杀
歹徒的那种，你会想象你会跟他一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嘛。但是你有那种渴望，你曾经有那样子的渴望。但是呢，我们看哦，这个剧几乎每一出戏的剧本都有它的原型，可以，它这个原型，这个剧本的原型可能是诗词歌赋，可能是一篇散文，也可能是古早的传说，或者是人物的传记，也或许是实际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在教会里也常常有将圣经故事写成剧本，譬如你们看过哪些从圣经里面借着圣经的故事的原型给它编作剧本的有哪些剧？你们经常看过的？出埃及记，好，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还有呢？龙柱回头的故事，好，还有嘞。去年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那个妇女团契有演一出戏，叫做《路德记》。好，《路德记》还有嘞，咱念伊什么节期要到啊？吼，圣诞耶稣诞生的故事，就是四福音书里面，吼，特别是四福音书，还有一个参孙士师记里面有参孙大利拉的故事，也会被编写成剧本嘛。好，还有创世纪有一个约瑟的彩衣，好，也有被编成那个戏剧。当然还有世界级的舞台剧，韩德尔的神剧是弥赛亚。这个我们居然回答人这么少。好，弥赛亚那个神剧，那个歌剧，整个舞台剧，那个韩德尔弥赛亚，它也是就是根据圣经的原型这样子。圣经记载的原型。那今天的经文呢，在今天的经文段落里面，它其实跟启示录一样，它是属于一种文学。什么文学？其实圣经本身它就是一本文学集，它里面我们有诗歌，有智慧书，比如说箴言呐，哈，然后也有散文，然后也有那个很天马行空的创世纪，对不对？哈。所以圣经本身它也是一个文学的集合。那今天的经文跟启示录一样，它是属于天启文学，就是从天上来的启示，就是从上帝来的启示，叫做天启文学。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也可以算是以赛亚的启示录。好，先知以赛亚的启示录。如果要把它编成一出戏剧，那它可能属于科幻剧的类型。那这部科幻剧里面呢，它的场景是什么？它的场景可能就是以天跟地作为舞台背景。伊所描写的是全地球80亿的人口，现在已经不是60亿人口了。我说去查，现在已经到了80亿。好，全球世界人口已经有80亿了。那所有伫地球80亿的人口，伫这个上帝所创造这个天甲地的中间，对现在到未来，若是这出戏，就是这群人会行往两个无同款的方向。对现在到唔知影到当时的未来，会渐渐行往两个完全无同款的方向。因分别会行往两个城。一个城就是上帝的城，是上帝，是耶和华上帝用伊的救恩所设立的坚固的城。啊，另外有一群人咧，会到渐渐行往另外一个城，迄个城是只有满足家己的欲望，无顾别人的欲望的城。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欲望之城。今仔日的经文，是一首头前第1节到第6节，是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咧，牧师要来邀请大家来做伙来读，咱做伙来读，看周报的后壁面嘛有啦吼。第1节到第6节，做伙来读，请。当迄时，伫犹大地，人的确唱这个歌，讲：愿有坚固的城。
伊要用救恩立做声唱，做歌中声，着开这个门，互受信息义的百姓得到晋级。坚信我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我靠你。领着我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伊予踮伫悬的所在的，甲悬的墙成做一个败落去。伊要车倒伊伫地里落到尘埃，脚要吞踏伊，就是丧凶人的脚，困苦的人的骹步。咱到这，这拄则讲这是一首诗歌嘛。我们如果要把它编成一出戏剧，咱就想象吼，已经有一大群人伫咧舞台顶面啊。咱讲做旁白的人，我们要先把自己想象成这出戏我们正在做旁白，然后呢，舞台上已经有一群人在那边演了哈。所以呢，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次呢，即摆咧读的时阵，咱爱将旁白的迄个感情放入去，迄个感情啦，吼，拄则可能大家还袂讲介熟嘛，吼，所以读到淡薄仔就是比较硬邦邦啦，吼。啊，毋过第2遍呢，将感情放入去，吼，譬如讲第60啦，吼，第60脚要吞踏伊，咱就袂使讲脚要吞踏伊，咱就爱将感情放入去的时阵，脚要吞踏伊安尼啦。吼，安尼有了解这个意思无？吼，好，安尼咱继续对第1集到第60集把感情放进去哦。我们现在在读旁白哦，吼，咱做伙来，请。当迄时，伫犹大地人伫骹唱一个歌，讲：阮有坚固的城，伊要用救恩立做声唱，做歌中声，着开这个门，互受信息。伊的百姓得到晋级，坚信我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我靠你。领着我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伊予踮伫悬的所在的，甲悬的墙做一个败落去，伊要车倒伊。伫地里落到尘埃，脚要吞踏伊，就是丧凶人的脚，困苦的人的骹步。吼，大家读起来吼，拢会足激动的吼。这段经文实在会足激动，咱对主耶和华的热情甲愿望，正适合用伫特会，迄就是一寡奋兴大会的现场。当咱徛伫奋兴大会的现场的时阵，咱咧读这段经文，就敢若在看一部声光效果十足的科幻电影。好，咱咧读的时阵，哦，台下顶安尼乒乒乓乓安尼吼。总是当这个电影这出戏结束散场的时阵，咱阁倒转来到伫现实的生活。可能会有一种失落，有一种和现实淡薄仔有脱离的迄种感觉，甲现实的与现实脱钩的这种感受，伫咱信仰的生活也定定会发生。譬如讲，咱来看第3集，第3集讲坚信我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这是上帝应允，有时确实会安尼。总是伫现实的生活中间却无拄拄，就伫先知以赛亚服侍的时阵，当初遐个真少数犹原坚信我靠上帝的人，因同款无法度避免战争的威胁，同款无法度减少社会的乱象，对伫因生活中间所碰到遐个危机，也无法度解决。伫现实的生活，原来无啥物平安啊！我嘛是无10分平安，我可能连7分就无，莫讲10分。搁来看一个咧，今仔日的经文第5集，
第50则讲，上帝要互踮伫悬的所在甲悬的城做一下败落去，送向人的骹要吞达伊。先知以赛亚用踮伫悬的所在甲悬的墙来比喻一个要互上帝审判的城市，因为伊高高在上，真骄傲。意思是安尼，真骄傲的一个城。踮伫内面的人嘛是骄傲自尊，所以这个城呢，这个悬的所在、悬的城，要互上帝来审判，亲像所多玛安尼。当迄日，第1节有讲到，当迄日就是到伫末日，上帝应允即款的城一定会互上帝吞达，也互送向困苦的人吞达伫骹下。拄则咱拢读甲足振奋的吼，总是到伫现今，遮尔侪世代过去，对以赛亚先知以赛亚预言到现在。咱看人类的历史，遐个有权势、无行公平正义的人，共款还在败坏人类的社会。世界拢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即种情形。伫悬的所在的人，自高骄傲自尊的人，犹原压霸；伫低的所在受吞达的困苦人，犹原看袂到因会出头的迄日。对安尼来看，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实在无啥物真实感，完全没有什么真实感。伫头前有讲到，这段经文是属于天启文学，所记载是对上帝来的启示，意思是上帝会伫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在天启文学所记载的物件，就是内容，就是上帝。伊预言伫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用某一个真明显的方式，要来影响咱人类的历史。他会强力介入，上帝平常就在介入，只是他没有这么强力。好，有时候圣灵性情真温柔，甲咱提醒，在运行，总是有时就亲像风，有微的风，有大风。有风台，有龙卷风，无共款。总是到迄日呢，上帝会用龙卷风来介入咱人类的历史。总是伫第1节一开始就讲，当迄日，迄日到底是未来倒一个时刻？上帝到底会伫倒一个时刻，用倒一种方式？上帝并无讲清楚。因为伫国家社会在动乱的时阵，先知若是讲伤过清楚，一定会引起某一寡人，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一定会引起某一寡人的注意，甚至会因为安尼来失去性命。就算讲最后一定会死，也着先完成上帝所交托伊的任务。所以有时上帝会为着要互伊的仆人、伊的先知会当完成伊的使命，上帝启示互先知的所有的内容本身是稳目的。上帝不能启示的太明显，因为上帝启示什么，他就要说什么。如果他说的太明显、太明确，他就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在天启文学内面，上帝所启示内容的本身就是无明，无人知当迄日到底是倒一日，所以只有继续在听候，继续等。大多数的人对伫迄种永远拢袂停止，毋知要等到当时的即种情形，较会失去耐心。面对咱，譬如讲面对咱家己家族内面亲人。对于某一项真重要的代志要来处理的时阵，一直讲沟通，无法度沟通，永远拢超袂平。安怎超拢超袂平的时阵，咱会失去耐心。迄就是讲，咱面对家己身躯病痛，当咱年岁愈来愈重，身体有一寡病痛
渐渐走出来，看医生也无效，迄也是一直咧看医生也毋知要等到当时才会当脱离遮个痛苦的时阵，咱会失去耐性。前几工，周日拜五和伊个牧师去看静茹，看到伊一年来面对癌肿瘤，伊所面对的这个痛苦，实在足毋甘。咱教会也有侪因为肿瘤的原因受到折磨的，到底这个病痛，到底我要拖磨到当时？咱基督徒常常在讲爱有愿望，总是当因在艰苦、当因在痛、当因在爱的时阵，这种的愿望对陷落伫苦难中的人，佫哪亲像是有一点点不切实际，因为对现实的情形敢若无啥物帮助。有时咱会讲啊，这个苦难一定会过去，上帝甲你同在，就坚心倚靠上帝，伊的确要保守你10分平安。有时咱会安尼讲，这个拢是咱常常安慰家己，也安慰别人的话。兄弟姊妹，有时咱是毋是有时会感觉讲，这种的安慰不切实际，因为忝也毋是你在忝。操烦也毋是你在操烦，疼，佫毋是你在疼，用讲的拢嘛较简单。着坚信倚靠上帝，伊的确要保守你10分平安，无毋对。上帝的确保守咱有平安，这是不变的真理。不过，主要的问题就在伫咱敢有坚心倚靠主耶和华。若是现实的问题一直拢存在，甚至愈来愈严重；若是身躯病痛无愈来愈好，颠倒愈来愈歹。当咱在久长听候主来出手医治、出手来执行伊的公义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咱的信心点会动摇。今仔日的经文第7节到第9节，咱做伙来看。第7节，义人路是正直，你正直的啊，修遍义人的路。耶和华，阮伫你审判的路听候你，阮的心所羡慕的是你的名甲纪念你。我用我的心暝间羡慕你，也用我的心天光早找你。因为你审判世上的时，就是地上的百姓要学习义，学习，成做一个义的人。咱知影义人就是和上帝有合一关系、有亲密关系的人，就像咱所有受洗礼、成做基督徒的人，定着意思要和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就是要学习义，也是定着意思要前往上帝的城的一群人。这段经文所阐明的是，就算讲和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义人，也同款会定定拄着迄种永远拢袂受伤的无奈甲痛苦。毋是讲阮诚做义人啊，阮诚做基督徒啊，遐个痛苦、遐个无奈、遐个人生的无常，拢和我无关系，都不会临到我。毋是安尼，因为第9节讲，因为你审判世上的时，咱伫主咧审判的路上要听候伊。上帝在审判。上帝毋是等主耶稣国来迄天才在审判，平常时就在审判。要安怎讲咧？毋是讲咱为做啥物唔对，所以上帝审判我，所以害我事业无成功啊，还是讲身躯病痛，毋是安尼。因为咱是踮伫即个黑暗的世界在徛起啊。咱即个世界充满啥物？
充满欲望，充满暴力，充满污染。我们有许多的文明病，我们有许多有形、无形，在这个世界，但是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充满了有形、无形的破坏力，都在侵蚀我们的身心灵。咱踮伫这个世间，咱无法度避免呐。有时啊，毋是咱做了什么代志，是因为咱踮伫世间，踮伫这黑暗污秽的世间，咱无法度避免。若是安尼，伫现实遮尔无奈痛苦的情形，甲遐看起来真遥远、远茫的中间，咱现在就遮尔啊痛苦啊！迄个远茫敢若看敢若嘛看无啥会着。要安怎？伫即段中间，伫这个听候的中间，咱要安怎？咱要安怎来过生活？是遮尔久长，搁看袂着头的纷纷乱乱的中间，要安怎来坚定家己对主的信心？伫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世界各国拢得罪上帝，包括上帝子民犹大，因拢意爱行往欲望的城。他们都非常喜欢，因心内所羡慕的，拢是欲望之城。所剩的遐会真少数，坚定赶靠上帝，要前往上帝城的人，所会当做就是祈祷、忍耐、听候。对伫遐个，敢若永远拢无法度有改变的无奈甲痛苦，就祈祷，就继续吞忍。对伫上帝当时才要出手来停止咱的痛苦的时，迄个时，咱也只有祈祷、听候。总是祈祷、听候，听起来敢若足无力的。听候绝对毋是无意义，绝对毋是很消极的。伫听候的过程，就是咱信心接受考验的时阵。今仔日是咱建成篮球队一年一摆最后争夺总冠军赛的日子。今日下晡，牧师就用篮球比赛来做例，咱会当将篮球比赛，将上帝的城想象是一个篮球比赛的现场。篮球比赛，咱拢知影。上场的就是5个人嘛，哈，每一队5个人，啊，剩的剩下的队员就是坐伫边啊，就算是板凳球员，哈，等着随时要替补上场这样。等待拍球的迄5个人，2队就拢总10个人啊，哈。等待拍球比赛迄10个人，一定就专心注意的，他们一定非常的专注，相当的专注，全神贯注。总是坐伫边仔遐的板凳球员呢，可能就无一定啊。因可能会，当然因可能也会看比赛，他会专心一阵子。总是有时啊，可能会看边仔的人小抬杠一下，迄才是手机啊摕出来看手机，好，手机看一下。其实伫板凳球员吼。他们在等待上场的这个时候，因伫咧听候的这个过程，虽然因无在拍，也就爱专心啦。他们也应该要跟球场上的那些人一样，全神贯注。他们要随时预备好自己的状态。当他们随时被替补上去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要打哪个位置，队长有什么样的战术策略，他们要随时能够应付场上的瞬息万变。囡仔受洗归伫基督名下下等，咱拢归伫耶稣基督的名下。确实，拢伫上帝的城内面。问题是，咱平常时对家己的训练是毋是有确实？当咱伫比赛的时，咱伫上帝城内面，即个篮球比赛，即个比赛的现场，当咱伫比赛的时，若是碰到对方的主动。甚至是恶意犯规，有的是恶意犯规，听讲家己弄的安尼。伫迄当阵，咱是毋是会当将家己的情绪小放咧？
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我们的情绪，马上调整自己，仍然专心在球赛上？那是等咱一直拢坐在板凳，我们如果一直等不到上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一样专注在这个赛场上？咱是不是当注重游玩专心一直注重团队共同的目标？毋是一直在想讲，啊，迄个人投几球啊，投袂入去啊，咱唔换我投已经比伊较准，吼，伊安尼，伊哪会安尼撞安尼撞？迄若是我就安尼撞较对啦。迄个教练啊，队长哪会无甲我换起哩？有时心内伫听候的时阵，咱的心内的想法会足多哦，足复杂的。如果咱会当伫比赛最后的哨角在弹正前，拢会当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无论最后这场比赛是输还是赢，咱拢是赢的啦，咱拢已经得到胜利啊！因为咱永远徛伫上帝的城内面。总是如果咱常常受家己的欲望来控制，互家己的情绪牵得行。迄个比赛变做是个人的舞台，我想要表演就表演，我想要投就投，我不要管什么战术，我想要怎么切就怎么切。我想要发胜地就发胜地，你甲我弄吼，我就一定爱甲你弄倒转来。若是安尼，就算讲最后你有得到胜利，也是输啊。因为咱已经对上帝的城离开。行往欲望的城，兄弟姊妹，咱伫上帝城内面拢有属于家己的比赛。伫最后哨角在弹以前，在听候比赛结束的这个过程，咱拢着继续学习咱拢着继续学习，要安怎和上帝维持一个真好的关系。互家己会当继续注目伫上帝，毋是注目伫咱的环境，毋是注目咱人生迄个阶段的输赢，毋是注目咱的阳光，也毋是注目咱所拄着的艰苦。第8节讲，耶和华，愿伫你审判的路听候你。第9节，因为你审判世上的事，就地上的百姓要学习伊。生活中有侪侪挑战，侪侪困难艰苦，有侪侪世俗的车花，拢引诱咱，拢会引诱咱离开上帝的城，行往欲望的城，互咱会失落上帝对上帝坚定的仰望甲听候。听候这项代志，听候实在是宝贵。虽然咱拢较无爱听候。听候会当帮助咱将一寡无必要的物件摕等掉。听候会当帮助咱搁较专心思考、审查、定心排列，咱人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轻重缓急的次序，可以做重新的排列调整。所以听候是上帝赏赐咱一个会当互咱的灵魂洁净的机会，是我们得以洁净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一对翁仔某若一直在冤家，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没完没了，常常为了同样的一些小事情，就在那边吵嘴斗嘴，吵不完。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过程，咱会当审查什么才是真正需要固守保护的。咱在座有的已经做阿公阿嬷、做阿祖，在面对亲职教养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世代的差距。这个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没完没了的一件事情，永远都会有世代差距的存在。总是伫这个过程，咱会当审查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部分。
伫即场落落拍拼趁食的即个过程，会当省察啥物才是值得咱追求的物件。伫咱身躯边疼、受尽拖磨的过程，会当省察啥物才是应该掠掉的。感谢主，迄天探访静茹姐，静茹是即个病痛拖磨的过程，伊所掠掉的，毋是医生，也毋是啥物药仔，伊所掠掉的是伊生命中上重要的迄位上帝。也亲像咱顶礼拜的福音主日，遐的四位见证分享的兄弟，因拢有掠掉因生命中上重要的迄个部分，就是咱的主上帝。我的心所羡慕的是你的名，甲纪念你。第九节，我用我的心暝间羡慕你，也用我的心天光早找你。兄弟姊妹，咱的日子拢是一天一天在过，一年一年在捧，亲像迄个陀螺，一直在洗，停后伊会当停落来时。毋过最后，咱会停伫上帝的声，还是停伫欲望的声？当我们像颗陀螺，一年一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断的一直在转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停在上帝之城，还是欲望之城？愿咱伫遮尔久长听候的过程，内心所渴慕的，独独是上帝的名。愿咱伫最后的哨角在响的时，拢会当伫上帝的声，做伙上赞迄位赏赐公义甲仰望的主。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你讲坚定，我靠你的，你会保守阮10分平安。总是当大黑暗将阮包围的时阵，我有时啊会踅到欲望的声，有时啊阁踅倒转来上帝的声。愿主的神安慰扶持帮助阮，伫久长听候的过程，犹原会注目伫你，互阮永远拢为上帝的声行去，互阮永远拢会当稳稳徛在伫上帝的声。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圣诗288首，圣诗288首。疼痛真光大黑暗包围中，请起立。我。
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来服侍。请起立。请坐。公道，请掀开周报内面。公道事项、教会异象、成全正圣道、万民该祭司。第一项，远远伫久长听候的过程，会当坚定我靠主耶稣，内心心慕意爱的，拢是主的名。第二项，为着基体陈金子、陈王兰、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庄宝玉、陈丽水、胡艺梅、杜昭、陈秀荣、赖胜雄、陈义利、林以诺、洪英哲、孙兆正、萧辅元、刘慧忠、李碧莲、林美金、李念之、史凯华、黄静茹、陈怡君、李雅娜、已故刘慧英。第三项，为着以巴战火难民的安置，人道救援，为总统选举期间，所有台湾公民拢会当学习公义，咱开声祈祷。
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你是阮的医治者甲保护者。阮要为教会身体欠安的会友祈祷，求你赐予因平安甲信心，互因知影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你要医治因的病痛，恢复因的健康。主啊，你讲过，求就互因找着拄着，拍门的，甲因开门。阮相信你的话。阮倚靠信心向你求救，求你听阮祈祷，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你的作为。主啊，阮也为教会的牧者甲同工祈祷，求你赐智慧甲力量，互因会当关怀甲服侍身体欠安的会友，互因安慰甲鼓励。感谢主耶稣的同在甲应允，即时。咱用主基督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下周圣港事奉团契聚会，请大家注意。教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下晡2点，建成福音篮球队要进行总冠军的比赛，欢迎大家一同加油。比赛的地点是伫个建成国中篮球场。第二，下主日11月26号，感恩节主日是活动的礼拜。礼拜中要进行大手牵小手，一同献心献银，来回应上帝一年来的保护甲引带。第三，下主日礼拜后要举办一家一菜的感恩爱餐。邀请兄弟分享手路菜。今仔日是上尾一天，伫个柜台登记，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分享。用爱餐了要进行圣诞节的布置，请各团体来配合。第四，每年度爱餐的认献，一个单位3000块，认献的钱请交予干事。认献的金额伫个明年会入效。第五项，教会有准备明年度的月历，原则上一个予一份，有需要的请伫个柜台登记领取。第六，10月份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请会友会当参考。团契消息。11月24号拜五上午10点，少年团契聚会主理伊个牧师。具体消息：恭喜王定信兄弟甲好奇小姐，就是翁冠文执事甲淑慧姐的大儿子吼。伫个11月20号要办结婚登记，愿主赐予因金石和明，同心同行。第二，已过身的老慧英长老的告别式，伫个11月25号拜六上午11点，伫第2殡仪馆的至真2厅举行。要参加的，请伫个1楼柜台登记。奉献的明细若有错误，请向会计来登记。那阁有报告的部分，要请牧师来甲咱补充。好，我来补充几个部分的报告。第一点就是集体消息的老慧英长老娘，伊告别礼拜，只有登记告别礼拜，无登记安葬礼拜，是因为伊要安葬含因的夫婿，就是长老安葬伫同一个所在，就是富德生命纪念园区。纵使它算是台北市的公墓，纵使这当阵的那个塔位已经拢无塔位啦，
所以要等，必须要等。所以爱等到有塔位的时阵，才会当安装。所以因就是将迄个火化以后，那个骨灰罐会先安放在那个园区的，他们有一个就是特别独立的空间，让大家来排队安尼啦吼。所以无安装礼拜，所以咱就登记，咱等下要去参加这礼拜啦，就是要来的这礼拜六，要来去参加告别礼拜的兄弟，就登记告别礼拜就好，吼，因为无安装礼拜，所以毋免阁问啊，吼。啊，过来是下礼拜感恩节，感恩主日是合堂的礼拜，吼，合堂礼拜我们一样在下个礼拜我们一样在礼拜的中间会发这个感恩卡。好，一边是空白的，会让大家填写这一年来有什么特别感恩的事项，因为没有多大啦，所以没有办法全部写哈。你就从今天回家以后，回去了后，你就开始想今年来有啥物特别感恩呢？一年以前的莫想了，因为咱逐年都有嘛，好，我们逐年所以1年前的就不要再想了，我们就从去年的感恩节到现在。好，从1月1号好了啦，吼，到现在有啥物特别感恩呢？想啊好，下礼拜中呢，咱就会来写这张卡片，好，感恩卡啊。这个卡片也会放在我们下午要布置会圣诞树的时候，会挂在圣诞树上，好，这是感恩卡。那下礼拜呢，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个红包袋，就是感恩的奉献。好，咱逐年感恩节拢有大手牵小手，对无？吼，爸母啊、阿公、妈妈、阿嬷去。楼顶牵你的孙、你的囝落来做伙来献上你的心，献上你的魂，吼。所以就是这礼拜转去，你若有孙有囝，你嘛和伊小讲一下，想一下，做伙来想讲，这年来上帝是安怎保护、守护阮一家安尼，吼。所以这礼拜有回家功课，好，回家功课大家要记得要做回家功课。好啊，下礼拜啊，阁有中昼顿，就是一家一菜的感恩飨宴吼。关怀部遮特别请牧师爱特别强调，今仔日一定爱来登记。咱莫讲我莫登记，我到时吼我才摕物件摕出来，安尼就好，千万毋通，因为因关怀部会去看讲登记的有偌济，数量有够无？若无够，到会遮阁爱另外阁去买一寡物件。啊，若你拢无登记，你就摕来啊，到时物件若伤过多，太多了，我们现在也是不要浪费嘛，哈，我们吃的刚刚好就好了哈。所以拜托大家，今仔日你若有邀请大家去登记，去柜台登记，吼，你要准备啥物物仔，甲大家分享安尼。好，过来呢，就是下礼拜的代志，过来是圣诞。圣诞的消息要请迄落音控的同工，迄牧师将投影机开一下哈，我们这个是圣诞糕。圣诞糕呢，我们今年有新的出品，好，新的出品。过去呢都是有3种口味可以选嘛，哈，过去那个就是一片的，好一片的。那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出品，它是6块。但是只有一种口味，6小块，有点像绿豆糕这样子。好，这个是我们好，这个就是今年的新出品。那我们长职呢想说，既然是新出品，虽然贵了点，好，因为这个如果是月底前订购有特惠价，原价是35块啊，特惠价33块。我们想说，咱今年试看卖，若是有好食，若是反应有好。咱明年咧，阁来继续。若是反应无好，或者是讲食落去，感觉还好咧，吼，还是安怎？咱明年才来做调整，吼。所以有新的物件，咱就试看卖。所以今仔日，今年的这一款呢，我们会在圣诞赞美礼拜那一天会发，每一个人都有1块，不管大人小孩。1人都有1块，都会发，1人1块哦，1人1盒，1人1盒啦，哈，1
你若有来，你就摕到一盒。吼，迄工你嘛莫想讲，我替我的囝替我的孙摕免，因为到时会有分到4、5老因拢有。吼，所以一人一盒，吼，一人一盒。总是呢，可能恁有想要去和亲人朋友分享的时阵，那就请另外登记。待会礼拜后，你自己想好数量，你可以去登记。这种就只有一种口味。登记的话可以，你另外自己要加买的哈，你另外自己要加买的可以有2种，一种就是这一种，一样是这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过去有的这一种。这一种是20块，但是在月底前订购呢，特价是18块。好，就是3种口味。安尼听有无？有清楚吼？好，安尼我的工作结束。好，那我们就是要记得，我们只登记到下个礼拜天而已哦。所以你今天可以登记，你赶快去登记，因为下个礼拜感恩节我们就截止了，因为我们要赶快送订单。好，所以下个礼拜是截止日。好，所以爱想后要登记哪一种，然后登记的数量请大家自己去斟酌。好，报告以上报告。上营圣诗511首，圣诗511首，阿老上帝至高至尊，请起立。上帝，当你在审判这世界一切不义的事，愿阮拢会继续牵调伫你。愿主啊所祈祷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甲帮助，甲恁三甲地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灭倒避讳，